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其2020年度人权报告中提供了有关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证据。5月10日，世委会举行了在前仪式，介绍了2020年人权报告。该报告于5月19日正式发布。这份长达40页的报告题为2020年东突厥散的人权状况，为2017年至2020年的4年间，中国在东突厥散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提供了全面的证据。报告指出，至今美国政府、加拿大、英国和荷兰议会已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是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而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议会就是否将中国的行为认定种族灭绝罪行进行讨论。5月20日，立陶宛成为第5个承认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压迫为种族灭绝的国家。据报道，中国技术公司华为不再为荷兰主要电信提供商的核心5G 网络提供组件。这项决定可能是由于几家荷兰特勤局认定该公司为中国政府的长期业务可能对荷兰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仅在1个月前，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华为在10年前就可以接入 KPN 移动网络，这使华为能够窃听 KPN 网络上的电话号码进行通信，包括总理杨皮的巴尔可嫩德、中国持不同证件者和政府高级官员的电话号码。KPN 此前宣布，它将用瑞典公司爱立信的产品替换其网络核心中的华为设备。此前，美国、英国、比利时和法国还禁止使用华为制造的5G 基础设施设备。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周四推出新法案，将对曾犯下间谍行为和知识产权盗窃的个人拘发签证。这项名为“保护美国免于间谍法”的最新议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茨·鲁皮欧和共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哈特茨勒共同提出。法案将允许国务院拒绝对向美国犯下间谍或知识产权盗窃行为的个人发放签证。根据美国现有法规，被驱逐出境的外国间谍有权立即重新申请签证，再次进入美国。保护美国免于间谍法将拒绝这样的漏洞。中国共产党采取欺尽全国的方式进行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并不遗余力地试图渗透和窃取美国及美国机构的信息。推出法案的克鲁兹在声明中说，他接着写道，没有比国务院去年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更好的例子了。中国政府利用领事馆进行恶意行为，那些试图监视美国的人及其家属都不应再被允许进入我们的国家。法案还将涉及犯下间谍行为个人的亲属。如果外国人从事间谍活动或技术转让，其配偶和子女在未来5年将不得入境美国。中国甘肃的白银马拉松越野赛22日遇极端天气，造成21名参赛人员遇难。据中国媒体报道，截至23日早上8时，共搜救接回参赛人员151人，其中8人轻伤，在医院接受救治。21名参赛人员找到时已失去生命体征。据报道，22日上午9时，由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举办的2021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100里越野赛在黄河山林景区举行，共分为健康跑、21公里越野赛、100公里越野赛3个组别。据组织方公布的信息显示，比赛参赛人员接近1万人，其中有172人参加了100公里的越野赛。周六，联合国安理会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等武装团体在加沙爆发的冲突发表了第一份声明，呼吁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这一停火协议使11天的战斗于周五凌晨结束。由15名成员组成的安理会在媒体声明中欢迎宣布停火。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厅办公的数字，自5月10日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共有248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对这一数字进行了核实，
其中包括23名女孩、43名男孩、38名妇女。